哥，你去保护娘娘。太子殿下危险！是几个刺客，又能奈我何？让开！卑职奉了皇上的旨意，要保护太子殿下的安全，恕卑职不能从命。保护好太子殿下！这是哪门哪派的武功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挺厉害的。管他哪门哪派，上！快走！太子殿下，我等已将刺客击溃，卑职这就去四处看一下，是否有同伙。你们这群废物！